Hello，各位点音乐频道以及 FB 陈慧琪音乐小天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要为各位演奏的是一首快歌，也就是去年非常夯的神曲《Despacito》。那中文意思叫做慢慢来。那这首歌一点也不慢哦，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快歌。等一下，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。还喜欢我刚刚为各位带来的演奏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点音乐哦。如果你们有喜欢什么样的歌，欢迎都在影片的留言处下方跟我点歌，我都会为你们拉奏哦。谢谢观赏。